继续关心中国和菲律宾伫这个月17日时，因伫南海的仁爱暗沙发生冲突。菲律宾伫20日时有公布画面，讲中国的海警是手提刀仔甲斧头甲因攻击，而且咧对起来时有一个菲律宾的海军阁互因扑断镜头武功。若中国的外交部是表示讲，这件代志是因为对方先乱来才会发生冲突。若这场意外嘛，互南海主权的争议，即马局势愈来愈紧张。中国海警手举斧头，硬爬上菲律宾的船只，这是菲律宾第20公布的画面。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17日仁爱暗沙海域拿弄菲律宾的船只，佮非法上船，造成几内人受伤。佮一个菲律宾的海军人员伫事故的时阵，大武攻击断去。中国外交部伫19反驳讲，中国海警是依法对非法走入南沙群岛仁爱暗沙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管制措施。国公开4架中国船包围1架菲律宾小艇的画面。我想强调的是，菲律宾不顾中方的劝阻，执意侵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是造成这次事态的直接原因。不过，根据菲律宾官员的讲法，迄天菲律宾海军的冲击船要去仁爱暗沙执行补给任务，中国海警唔但用斧头、举举刀仔、佮钢腿啊攻击因，佮甲箱仔内的8支 M4 步枪。导航设备甲其他的补给品抢走，实在就是海惨。不过北京方面有另外因的家己的讲法。菲方一再声称运补的是生活物资，但实际上一直在偷运建筑材料，甚至武器弹药，企图长期侵占仁爱礁。中国菲律宾南海主权的争议愈来愈紧张。顶礼拜已经有真侪菲律宾民众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抗议。This is also a message to China that just as we did in the past, we fought and won against our aggressors. We also stand now undeterred in fighting for, or in claiming and in showing that the people are united against China's harassment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菲律宾一只旧军舰塞拉马蒂瑞号就调伫喺争议的仁爱暗沙。菲律宾的海军人员定期甲驻守人员补给，却几年摆互中国的海警阻挡。虽然塞拉马蒂瑞号已经成仙，不过伊还搁咧执行任务。美国国务院攻击中国行为无负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19和菲律宾外长通话，讲依照美菲共同防务条约，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真坚定。北京嘛指出讲，中国的行为就是咧起诉，恐惊会引起大规模的冲突。日本甲法国嘛出声谴责北京。公视新闻深入背编译。